影片係一個好有力嘅教學工具，但係你點樣可以確保學生真係有投入去學內容呢？ Edcafe AI 嘅 YouTube 測驗功能，俾你可以直接根據 YouTube 影片佢出測驗，幫學生集中精神、掌握重點同埋展示佢哋嘅理解能力。仲有呢個功能係互動式嘅，可以令學生更加有責任感，主動去聽，同時你又可以即時知道佢哋嘅學習進度。咁而家我會示範俾大家嘅，點樣可以將呢條教人解魔方嘅 YouTube 影片變成一個 YouTube 測驗。其實解魔方有好多唔同方法嘅，但係呢個 YouTube 測驗會直接喺呢條片入面嘅資訊，然後變成一份測驗。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呢條片入邊咧係有好多唔同章節講解唔同解魔方嘅方法。咁我哋會由白色十字開始，之後跟住分層，再做到頂層十字。咁而家我哋複製呢條 YouTube 影片嘅連結，睇下可以點樣用佢哋整一份測驗。當我去到建立新嘅，我會喺 YouTube 測驗，然後直接貼上我哋嘅 YouTube 連結。等佢再入完之後，你就會見到條片嘅預覽。喺呢度，你可以喺問題類型、選擇題、簡答題或者兩者混合。你仲可以加埋學生嘅年級水平，我哋就加翻6年級喺度啦。咁當然，如果需要，你都可以加翻啲教學標準落去呢條片度。不過我而家會將呢部分留空，直接生成我哋嘅 YouTube 測驗。佢當測驗生成緊嘅時候，你可以睇下所有唔同嘅問題。要留意，你可以隨時編輯呢啲問題。你唔單止可以改問題，仲可以改答案選項，甚至埋解釋都得。呢個解釋就係學生做測驗時會見到嘅內容，所以你可以隨時加多啲或者調整下。當你一路向下嘅，你會發現嘅問題真係由條片入邊抽出嚟嘅。咁我哋有個白色嘅方塊喺中間層，仲有唔同嘅步驟組合，甚至仲會問得好具體。好似我記得最頂嗰條問題就係問根據條片第一步係咩？就係白色中心塊。呢個我哋喺頭先快閃預覽時都見過。如果你一路諗落去，發現咗你想問嘅問題，你都可以隨時加多啲新問題落去，完全冇問題。當你加問題嘅時候，你可以佢自己打空白問題，或者用 AI 幫你出題。但係如果我哋喺度加個空白問題，想問例如完成魔方嘅最後一步係咩？你其實可以用 AI 幫你生答案選項，因為通常呢部分係最花時間嘅。佢哋會喺片入邊嘅資料，即使我問咗條問題 ，AI 都可以幫我生嘅答案選項、正確答案同埋佢干擾選項，仲有解釋同反饋。當個測驗初落咗問題，我哋就可以儲存，佢就可以加落去我哋學生度，或者 send 俾學生，等佢哋可以參與。當你睇測驗儲存咗喺你哋資料庫之後咧，你會見到上面有唔同嘅選項。當然你可以匯出成你想要嘅格式，但最簡單 send 俾學生嘅方法就係喺呢個指派鍵，佢哋可以掃呢個 QR code， 或者你可以複製條 link 再 share 俾佢哋嘅，佢就可以參加啦。學生貼上條 link 之後，可以輸入自己個名，然後開始做測驗。佢哋會見到側邊有條片，可以隨時係一啲需要嘅內容，然後你可以繼續，學生都可以繼續做測驗。咁我哋而家試下隨便填嘅選項啦。學生交咗答案之後，佢哋會即刻收到一個簡單嘅回饋，知道自己做得點，有分數嘅，仲可以向下拉攏晒所有題目，睇下啱定錯，同埋每條題目嘅解釋。咁樣佢哋就可以即時收到測驗嘅回饋，知道自己嘅成績。翻到老師嗰邊，你都可以展示同埋諗到學生點樣完成咗個測驗。咁你可以喺呢個回應圖示度睇下成班同學嘅表現。呢個會俾你一個簡單嘅總覽，知道大家喺呢次測驗入邊做成點。如果唔係，你都可以逐個參加者佢哋嘅成績。咁樣你就可以睇到每個學生喺個別進度。最後你仲可以下載份報告，咁樣你就可以下載一個 Excel 檔案，方便你一次過攬晒所有學生嘅成績。用 Edcafe AI 嘅 YouTube 測驗功能，你唔單止係俾學生嘅一條普通影片，而係將佢變成一個互動體驗。如果你想繼續根據任何主題、文字、網頁或者文件嘅出題，可以試下 Edcafe AI 嘅一般測驗工具。